顶一届2020年东京奥运咱国的代表团是创下史上上好的成绩，有2金4银6铜，计共12题奖牌。这届巴黎奥运是摕到7题哦。顶一届咱有伫空手道摕牌，这届是伫保险区表现杰出。有风声讲后一届洛杉矶的奥运增加棒球佮垒球等比赛，保险区佮亚东哦有可能会取消。奥运比赛项目一般是安怎来决定的？今日解破新闻，咱就请怡珍来为咱说分明。是主播，这届巴黎奥运的咱台湾选手拢总摕到2块金牌、5块铜牌，是国际排名第35名，历来第2好成绩。总统府拜5就会办派对甲游行，欢迎代表团观影倒转来。那接落来的选手嘛开始准备后一届洛杉矶奥运。不过其实大届奥运的比赛拢会小可无同，这可能嘛影响到咱台湾摕奖牌的机会。这奥运的比赛项目到底是啥人咧决定的？人拢知影讲，这奥运的是国际奥会 IOC 因咧负责举办，因有206个国家甲地区是会员国，无共国家会申请主办，由奥会来投票决定。不管是倒一个国家来办奥运的，主要的28个比赛拢被改变。另外，这主办的城市会当来提案，看要增加什么特别项目。一般来讲呢，因会考虑增加项目，敢会当引起少年人的关心，或者是对性别平等有帮助的。主办城市呢，因拢会提案家己有特色、有优势项目。亲像2008年北京奥运，因就增加武术这项；1988年韩国的首尔汉城奥运就增加跆拳道。那为2020年东京奥运来看呢，迄阵是新增加5项比赛，包括棒球、垒球、空手道、粗板、粗影甲爬壁。来看这棒球、垒球甲空手道呢，是伫日本是真受欢迎的，所以加这2项是无啥问题，真合理。另外，粗板、粗影甲爬壁是为着要吸收新的观众，互少年人会当来关心奥运。因为大届奥运呢，这比赛有加有减，都要配合主办城市，所以到巴黎奥运的时呢，因就甲棒球、垒球甲空手道拢汰掉啊。不过粗板、粗影甲爬壁呢，因有保留落来。另外，佮增加一个霹雳舞这个项目。这个改变呢，其实对台湾影响是真大的，因为台湾选手文姿文，伊伫咧东京奥运摕到空手道银牌，遮尔好的成绩。巴黎奥运取消了后，咱就减一个机会啊。不过巴黎是有增加霹雳舞，嘛，互咱的选手顺进会当跳上舞台，互世界看到台湾。那刷落来后一届2018年洛杉矶奥运呢，因是甲东京奥运的棒球、垒球扣倒来办啊。另外，佮增加木球、美国骹球、地滚球甲壁球这个项目，这拢是真有美国特色的项目。洛杉矶奥运呢，台湾爱特别注意的是，这陈侯主席讲的28项固定比赛，这可能会有改变啊。因为这届巴黎林旭廷摕到金牌的无胜局这个项目，可能会互取消。因为国际无胜局总会 IBA 因伫咧治理、财务甲裁判拢有真大的问题，所以就去互国际奥会除名。国际奥会嘛放调讲，无胜局若无新的国际管理机构，因伫咧2025年，就是明年初，就会决定讲敢要取消无胜局这个项目。以上就是今仔日解破新闻，那个时间交等候主播。